大哥啊，刚咱们拉了一车了，这车咱们放几块呀？给呀？俺这个刚才拉10来块，这还得拉10来块。哦，那是不够，装吧，让二哥。看我装不行啊！这技术刚才你就掉了半天，我就说不这又掉了。慢点装啊！这回行吧？骑车慢点，慢点。走。好。大哥啊，饿了你回去做饭去吧，我跟二哥在这等吧。不，你俩倒去吧。你回去倒去吧，总是不是你把牛腩给拿走了？哦，有牛腩，对。你俩回去先炖去吧，我把这点炒弄放行就行了。行。我把先洗，先把它炖上。好，你把先炖上就行了。好冷呀，二哥，我把这肉切了，你给我准备锅吧，咱们把它炖上。衣服脱了，能切动不？还行是不？还行，化了。哎呀，来看看咱们家这个筋皮相连，筋肉相连。哎呀，二哥，看咱家牛腩，雪花牛腩，真漂亮，真漂亮哈！是。哎呀，这块切完了，二哥。哎呀，够了，妹子，够了啊！这多少了？这好几。那这块呢？这块留着，下次咱整个牛腩面啊，那也行，行吧？够了。凉水下锅，牛腩下锅，来吧，来点盐 ，OK。还是5只肉，是吧，大哥？饭弄好了，二哥，差不多了，就等你把这个往里一放，肉熟了不？肉差不多了，哥。来，放点葱花。今天做个西红柿鸡蛋牛腩炖，好。大哥，看看你技术咋样啊？哎呀，让你俩这么一说，别翻车啊！让你俩这么一说，我还有点害怕。给大哥整紧张了。这么一个锅，我干40多颗荷包蛋，真假？真的。哎呀，这个够呛吧？那够呛是鸡蛋的事，不是咱们手艺的事。出锅了，大哥。出锅了，熟了。这鸡蛋香不香？香，我现在就赶紧想吃。这连吃肉带荷汤多得，哎，荷包蛋打的还行是吧？你这手艺相当了啊！搁点香菜来上桌。哎呀，这吃去吧，绝了！哎呀，绝了，没咸了，没治了。哎呀，鲜着吗？这咱家的小牛腩这味儿，太鲜着了。看咱家的牛腩，哎呀，连筋带肉，筋皮相连，太香了。来一口。嘎嘎这味道。啊，香。晴晴那时候再切的大点块好了，我的2块一起吃，是啊，大点块好吃。你看，鸡蛋里都是满满的肉味儿。大哥，你俩好好干活，大哥在这里好好做一做，弄手艺。这还没好好做呢，你咋？没有，你不听话不行。